相在世之时，与丞相精宠之女刘丹小姐有业定下婚姻，不因亲王家来，父乃只得到京府留情，又不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。先命我在兵部谈判朝堂公诉，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？哎，好不烦门成也。礼乐不此，是他之身，还是为数吧？公诉是。张成在此公诉，蒙他多情，每日顾盼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，我为他书房什么，有不可。不免得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，先去一位便了。七八真身在隐藏，变作牡丹俏模样，金环玉儿俏梳妆。
两声。小姐，请坐啊！小生思梦几缕，不到月小当数。好，小姐，请啊！小姐，请坐啊！你也请坐啊！我有。请坐啊，请坐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公卿。为心中就该张郎意，梦里写来了个龙女为好一个梦里醒来了龙女为，小生是一家汉室叫道平，功名为对龙虎帮，怕无了小姐你终身。你修建一家汉室家道平，我看你定有经许好先人，但愿得夫唱妇随，长相许且比那玉堂金银身杯。他不但桃李风神容颜美，更与那武黑豪杰连生情，我道姻缘与福分，恰在此今晚月下有下
过是县张相公写来的诗。多嘴，他晓得的什么事？是。我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去准备饺子，等会香叶我要上家滚灯去了，下去。是。女儿来，须为此事心受伤，为父早已定此章，倘算逼他把婚配，岂不要落一个屈贫爱富华名扬？我今夫三代不遭他一许，残留着穷酸又何妨？还等他金口富靠落地儿，恰兵临轩张元郎。要啊，不是小姐去赏玩梅花，晒晒心吧。是。娘子，我再替你去摘些梅花来。娘子先跑到这里来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跑得好快呀！你是何人？请快叫我娘子来人呐，来人！哎呀，主神呀，主神！这是主。出生你好大的胆，竟够瓦神明去！堂堂相府容不得你，家人要将他赶了出去。滚！慢，我死记为来，死记为去。你呀！怪你不得，这是出身无礼呀！儿啦，不要你哭，快去为娘回房去吧！啊！
回房去吧。啊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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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七相爷，小爷备好，请相爷上街观灯。带路。是。恩情从来婚姻跟我出门，急忙忙再管我多情的书生，要没当抛恩情断边心。他那四两牡丹一家一分，你是谁？为何在此地哭啊？我是金缕刀啊！当想不早把你们赶出门来，对他之臣，我与你有夫妻之定，岂能让你流落在外？哼！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人，为什么夫妻的情分？长老，我是广生，我是谁？谁是你的长老？长郎你休要思家，实在间只因我爹娘在身旁，并非我有意来充场你，妾身是逼不得已忘记两什么逼不得已忘记娘，分明你翻面不情变心肠，我这是翻面无情变心肠，谁能为还有本不在长？如今是妾身有家归不得，娘子长了。我是对我死了吧？我是对我死了吧？是对我死了吧？小姐呀，你变真情我永难忘。长郎，从今以后，妾身情愿跟随长郎受穷受苦，我再也不回家去了。可是长郎，因我至今无望你，只得暂时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自此一同前往。不，要是见你父亲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？那也顾不了许多。你听，龙珠喧天，一路之上你我夫妻任何花灯岂不是好？还要什么花灯，我还是管路的要紧。今晚之日都是妾身不是，把长郎气成这个样子，如今你我夫妻多看几次花灯，不上是否？对呀，对呀。
你一男一女为何慌慌张张？小人不敢入下。讲，张相公还有我家小姐，将他们快快追准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家有要事告辞了。哦，请。中算官才美，总之大局严重定。听母亲三叉心头话，官在眉头，喜在心。而今母亲一百岁。什么的？小婢做的是一真，愿夫人小姐诚心实意做心诚，小婢做的上元门，愿我儿配一个状元界的美郎君。嘿，看出身小长人，怪这夫门有把是非身，他竟敢与我牡丹女同话那是桂花灯，这样开去玩得了，岂比是堂堂相公老爷文化宽出了人，这是老夫亲眼见，70年外为神不亲。启禀相爷，大相公小姐在座，带了他来。是。小畜生，老夫将你赶出府门。你竟胆大包天，反而勾引我女儿滚灯闹事，我们奉华人命诫，这还了得！来，与我放了！家园，将个小畜生斩也速亡。要生气的呀，还不快给为娘回到水里去吧。哎呀，糟了，相爷，怎么落这两个女人呀？啊！你是无方来的妖精，尽管冒充于我，你是妖气，你是妖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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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哎呀，夫人，婶婶弄出2个牡丹来了。2个牡丹。夫人啊，女儿是你抚养的，你可分出真假？女儿是我生的，我能分得出真假？哦，我祖先上面有玉子一颗，有玉子的就是真的，没有玉子就是假的。快去人来，快去人来！母亲，儿手上有玉子，玉子是真的。母亲，儿手上有玉子。哎呀，夫人，他也有玉子，你也有玉子。母亲，儿有玉子，儿是牡丹。母亲，儿有玉子，儿是牡丹，儿有玉子，大爷，这是何时好啊？苍天啊，苍天！像我今从在一道为官，不在七九莽场当成骂道，并不出此妖孽。好不那上官人也，相爷。春香叶心上人，这替身再去看分明。见他俩头上紫彩也用兵，胭脂点江人，上面穿着双红袄，下面系着白花裙，这是我的亲生女。母亲，儿是牡丹，儿是牡丹。母亲，儿是牡丹，儿是牡丹。我实在难分家务真你本是九里无里金，你不要说口来喷人，有朝查出你真因，我叫你难道命，难道命？你不要紧，你不要紧，你不要紧。员外，将他们2人带了下去。我说相爷，他俩真假难分，这是何时好啊？哦，夫人不必惊慌，本着包大人再要尽力害，待老夫说后堂修饰一封，即包大人过府判断此事。这是好了。哎呀，刚才听金冲之言，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要是判出真假，岂不是忘了夫妻恩爱？哎呀，这叫我是何是好啊？哦，不免待我回到帅府，与钟家师兄一同商议一遍了。参见众位师兄师妹。师兄，那金冲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你看是何是好？女兄已经明白了。爷们不必心担惊，女兄已把妙计定，带我去变作包大人，闹他哥增加报功，分不清张龙赵树王赵马汉，不等来宾，大家这里坐一层。多谢众位师兄师妹。哎呀，时有不早，我要走了。好，请吧。
我们说说平安来。小女之事外劳大人到此，老夫真是归恩不尽。外望大人派命增加，除此妖孽。相爷，但奉欢喜，老夫是有盼的。多谢了。包大人到。启禀相爷，何事情况？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啊！相爷，相爷啊！请问包大人，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啊？咦，这是一包，第五二包。刚才家园报道，又有包大人到，哪来的？只怕丑包。包大人亲自必胜。请。有请。大人，莫非有卖客之意？老夫怎敢卖客？这乃是携来了一位包大人呐。包大人，包时候。宋朝哪里来的两个报纸？是啊，老夫也好生奇怪，
只能作为包大人与大人一贯密谋，一盘无痕。既然至此，请来相请。有请包大人。哦吼！为了我女儿的事，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！与那妖怪有什么气？万事要定心静气。相爷但放困境，老鸨自有判断。哎呀，升堂来呀，升堂。受良生一生，杨贵英对你来是要会。这今次老鸨数当台，张朝王马两边排，吩咐万党徐守信，先请刘郎速上来。大岁用兵。谁知他深夜藏入花园内，他经过与奴相为许中情。我弟弟将他赶出府，等家丁在他在为门，谁知他得了一个妖怪来，妖怪。
老相爷大人，他二人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是啊，他二人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外望二位大人判过臣家，老鸨是有判断，要把张真带上，是把张真带上，是张真上。叩见大人。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小生不知罪，不知罪呀！你身为洪门秀才，武谋上马，启明老乡爷收留，应当马头苦错，力度上进。什么？尽管长沙花园做出越礼之事，皆被老乡爷滚出府去。由于牡丹小姐欲借滚灯，以致花妖月媚骚乱相互，何有力气使何用的？有将张真修才个去，推下去从安着。是。大人学生有变呐，讲大人啊，放了，讲啊。方大人一面用意听张真诉愿，我与牡丹几位父母明问题，花园也为也长情，想也是我花脸心思受斯文，分明他恩负应聘要去张真。相爷虽有不是，也是你银子有亏，修得多也来。与我推下去，打！令爱的真假已经断明了。哎呀，老夫还是分辨不清，外请大人指明。那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，不对，不可的是假，可的是真。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。老汉，有道是见真即真，见假即假。我的你不要争辩，谁是假，谁是真，不问比谁，问张真。好，张真，也从实说来，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？启禀二位大人，学生与牡丹小姐相约以来，
今生你从千人败，今日大堂之上受责，可的是罪，不可的是假。下又来，我原是可的是罪，你偏说是假，好一个无辜的老白猫。老何，你不要胡看乱看，杀了假报公不要紧，杀了真报公那般了得。谁是真报，谁是假报？哼，本是蹲的命的就是真报，蹲不命的就是假报。那老汉心他偏，光百人叫今天，骑兵二部的不责骂，今生一中的不纠结，换你来回咱要见，把死的龙儿颠倒颠。张朝黄毛一声喊哟，大头为转比不见。穷酸潦倒白衣郎，欲不谈破你文章，应当要写花娇娘。真没大夫一病女，家母但道有好心肠，撒家增加强分明。成绩好鸳鸯，我保证对相公正，怎能够太无全门为父作章？张朝王马，起他。
就此有道走啊！老爸包机睡意，不赞不垂之有告温池。包大人不理此恩，增加为民，这叫我是何是好？有了，不明待我奏明圣上，江夏嫂子，命张天子做哪次要？娘子，你怎么回来的呀？我弟弟起下不良之心，他要嫁给于你。啊！哎呀，这是不是好啊？父子私下无人，你我夫妻不是从御花园逃走了吗？这是，长郎，快走吧！长郎，快走呀！今有兵不但利于今，大闹吉祥府，奉圣旨，命尔等先去捉拿，不得有误。连罢之。身边为妻是有礼千金，满山是家乡300里，就是天也还叫我不能赢。怎么了？你为我不走呀？我有一点冷啊。冷？哦，不用了。长郎，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！快走吧。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，我跟不上你呀。娘子，长郎。哎呀，300里路你走得这样快，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。这
一块夫妻要离婚，他哪知我是李玉金？待我上前把真情讲。他要是知道我是李玉金，他还能爱我吗？切莫要急急忙忙入真情啊！见娘子生死别，莫非有为难之事难测谁？我你这别不谈团结同心，与天大的事情要告状真啊！长郎，你可认识我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你是个娘子牡丹小妇。我不是牡丹。哦，那一定是关外仙子喽。也非关外仙子，我是比不谈李什么？长郎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比不谈李玉金啊。长郎，你听我从实讲。长郎，神家是神仙传说，是在苏北场。谁知我荒郊野外有天堂，我李玉的眼里本不出也。自从得见长郎儿，谁知道他是有情有义郎。我与他谈爱手一手，我与他并肩小鸳鸯。原来怕真情说出一片恩爱不汪洋。谁知今日才遇了他国人，一来变心肠，我李玉真是眼睛亮。草堂灯下现在郎，你走吧，对吗？文章天师，殿下天兵天将，苦苦要捉拿于我，你去躲避一时，带我去阻挡一阵。老公，娘子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保护你呀！可是你是不行的呀！就在伤害我长郎。
来前来收服于他，尔等退下。遵旨。小要叩见娘娘，李玉不必惊慌，我特来得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你愿答应还是小英？答应真的，小英何来？小英在我到南海狩猎，父把女儿得到东西，答应把榆林三片，当着万千受苦。小要情愿答应，却是为何？为了张真，小要情愿当着万千受苦。张真乃是万夫所指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营，岂不可惜？娘娘，那张真乃是至诚君子，小要与他海誓山盟，我是为他完成什么心，完了什么道？求娘娘把在心，求逍遥免在心。我情愿当在红尘去，与张真生死同命。宁断了千年道营，宁离且蓬莱仙境。我情愿神痛苦，拔下榆林，还一个死于死在身。此次答应了他，